每一天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11日，诗篇25篇20安尼讲：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拯救我，互我无见笑，因为我靠你。三甲来祈祷，保护拯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气力，是阮的诗歌，也是做阮拯救的主。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袂学落你。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尊你做大。利用你的慈爱，带你所救赎的百姓；利用你的权能，带阮入你圣的所在。主啊，伫危险的时，你保护阮；伫困苦患难的日，你拯救阮，互阮无至高见笑。因为你是阮的拯救甲帮助，所以我靠你，就要得到你的保护，也要踮伫你的内面，通得到生命的喜乐甲平安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每一天拢来到伊的面前，来倚靠伊，伊就要保护咱的性命，拯救咱，互咱无至高见笑，也伫生命的每一刻来顾守咱，用伊的慈爱来款待咱，也因着伊的权柄，要带咱进入伊圣的所在。愿主时刻甲咱三个伫地，使咱生命的平安甲喜乐。耶稣听你，使你平安。